你等一下，你这小小姑娘的，你撞到人怎么不管呢？啊？什么对不起？对不起管用吗？你过来，你看看我伤，是不是很严重？都出血了。怎么了？你撞我难道不会撞出血的吗？你看啊，这血都太多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是不赔钱的话，我就跟着你了。我让大家看看，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小姑娘，撞完人直接跑的，一点医药费都不给我的。你不用这样说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么给钱，要么从后面有东西砸过来，把我砸晕了，那这钱你就不用赔了。哼，我才也不会。什么东西啊？板砖？我今天脑袋好痛啊！我这是在哪里啊？啊？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不是……这是哪里啊？哎，我好像是在床上哎。啊，这是你卧室啊？也没事，就看着还挺大的，很漂亮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不单单后脑勺背帮你挡石头，现在有点受伤，有点痛的，还有我这手，你知道你要赔多少钱吗？很贵的啊！啊？什么？你是说你手上这些钱都是给我的？真假的？这么多？没事没事，够多了够多了。啊，我脑袋上伤啊，没事没事，不用休息了不用休息了，我现在就走了。啊，谢谢你谢谢你。啊，我们有缘下次见，好吧？你确定这外面都是你们家的？这也太大了吧！哈哈，小姑娘，好像也是啊。我觉得再休息一会儿，在你的床上也还可以啊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哎呀，舒服啊。哎，话说，你饿不饿？我挺饿的，所以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吃的？哎，不要叫佣人，你就直接随便给我整一些吃的就好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去拿吧，我再数数我的钱。好好好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、五张、六张、七张、八张、十张、11、12、13。我发了。你进来了，没什么，我刚才就随便数一下钱。够了够了够了，不用再多了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黑松露蛋糕，我还没吃过呢，拿过来吧。这味道不错哎。你这还有几个啊？还有这么多啊？那我不客气了。
肚子好撑啊。小姑娘，能陪我去散会步吗？那行，既然你还这样子服务我了，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吧。以后你只要在你今天走的那条街上，安全的走吧，没有关系的，我罩着你。以后我就是你大哥，我们讲义气。如果对了，小姑娘，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吗？那亲你怎么了？我猜你也肯定是喜欢我的吧？要不然从大街上到你家里，又到你的卧室，还给我这么多钱小姑娘。什么？我下流？下流就下流呗，我本来也不是什么上流的人。哎呀，别扯这么多了，咱们你别哭啊！我下流好吧？我下流。那以后等你同意了，我再亲你。那刚才那两个吻就当做我的谢礼吧。哎，不要这样子看着我。怎么说？你要是接受不了我当你丈夫的话，那我也是你名义上的大哥嘛，对不对？你叫我大哥，或者是叫我老公都没问题的。走了，我们去散散步。小丫头，刚才不让我亲你，你现在一把先把我的手给抓住了，你是不是还是愿意让我做你丈夫的？哦，害羞了。我告诉你，害羞也没有用。要不咱俩过一会儿去领证呗？骗你的啦！哎呀，我知道。待我再见见我的岳父，我们再去好好领证。走吧，那我们去逛一会儿。这是你们家浴室啊？这么大的吗？这个浴缸，我觉得都可以在里面游泳啊！天哪，还有那什么，这么大的吗？发了没什么，我只是说小场面，我见过了。那我们再去别的地方逛逛呗，比如你们家的书库之类的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这是你们家书库啊？这么多，这都什么书啊？天哪！这书，这书都很老很旧了吧？这随便卖一本，都有好多钱呐！我怎么了？男人爱财才好吗？男人要是不爱财，怎么赚钱给女人花？什么？你说我们结婚之后，我不用出去干活，你让我花钱？好啊！呸！我才不要呢！男人是要赚钱养家，照顾妻子的。不管妻子家里面有多少钱，我身为一个不吃软饭的男人，再怎么样也是要赚点钱的。话说，你这书能不能送我2本？真的吗？随便挑。好嘞，那这本我拿了，还有那本我也拿了。
当然是真的了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身为一个，我身为一个，我身为一个那个街口的大哥，我怎么可能说话不算数嘛？说好赚钱养你，就赚钱养你。你等着，等我把这2本书给卖了，我就有钱带你去吃好吃的了。嘿嘿，我好吧？嘿嘿，那么抱抱我。哎呀，哎，丫头，你可真好。那走吧，咱们再去别的地方逛逛。哎呀，这些钱我先穿好了。啊，岳父回来了。哦，有，那咱们快点去见他吧。哎，傻瓜，我是什么人？街口大哥。相信我，以我的实力，说动岳父，肯定是很简单的。哎，岳父大人，你好。啊，我是你女儿未来的丈夫。我们认识已经足足有1天了。你女儿非常喜欢我，我呢也非常欣赏你的女儿。哈，学历，吾乃美国清华，呸，我乃美国那啥叫什么啊？哈佛，美国哈佛毕业的高材生啊。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，就是有一个街口，我专门在那边收钱的。对，那边不管什么商铺啊，或者是人看到我，每个月都要缴钱。我呢会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服务。没错，你女儿呢今天就路过那边，正好呢有一块石头砸过来，我为她挡住了，然后我就来到了这个家。哼，伯父，不瞒你说啊，你看这本书呢，是我在您家的书库发现的。想不到伯父也特别喜欢收藏古书啊！以我的眼光来看啊，这本书呢是源自清朝啊。以这个样貌来说，它至少有过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哎，不，所谓好物得有人识嘛。看伯父这样子，识得如此好物，我想伯父也应该知道您的女儿和谁最配了吧？我不才，我刚好最近这几年呢，从美国回来就在自学古董鉴赏类。毕竟一个人在家里嘛，有钱又无聊，每个月只有那几天时间可以出去跟别人打打交道，拿点钱回家。哎，伯父的意思是，不，爸，您的意思是，我们这2天就可以去办理结婚了吗？好嘞，遵命。把手给我。你的女儿，我会好好照顾的，您放心，戒指少不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俩约定要去外面好好的漫步，好好的去欣赏一下外面的风景。不知爸您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啊？好，一定照办。啊？什么？啊，钱啊，钱的话我还是带了一点的，因为这次主要是去收钱嘛，所以在半路被砸晕，所以就收了这么点钱，也非常，这万万使不得。
你看，我身为一个街口的收钱大哥，我怎么可能会要爸您的钱嘛？哦，好吧，那就当见面礼，我就收一次啊。那我们先走了，爸。好。怎么样？我是不是非常厉害啊？什么下流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下流的男人啊，你就偏偏喜欢。那我干嘛要做上流男人呢？对不对啊，老婆大人？走吧，咱们用这些钱好好去吃一顿，然后你想做什么坏坏的事情，我都陪你啊！啊？走吧。啊？什么事情啊？哦，哎，这次是你这个自诩上流的人来亲我这个下流的人啊，那你算不算是贬低身份，愿意以后一辈子跟着我了？我爱你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